今朝启程踏遍荒草，告别平凡，寻觅逍遥。不招摇，必尘嚣，奈何人心难了。藏得着，无人晓，执念不曾动摇。让尔虞我诈成徒劳，掌中宝，心中刀，邪魔都不阻挡。孤身失恋热血烧。 中谁人懂？只求有朝再相逢。修炼尘世中，愿抽万事空都目送。终究平凡不平庸。修炼尘世中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升仙大会上测试灵根，发现我的资质很差，但我不会因此而气馁，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坚定。万事求稳，厚积薄发，这就是我选的道路。我刚结交的朋友万小山被人害死了，起因只是几个散修谋夺财物。看来这修仙界也和人间一样，都有背叛和欺骗。我要加倍小心，不能再轻易相信别人。之后，我拿着从金光上人手中获得的升仙令，找到了黄风谷。 拜入门中，在这里，我即将走上真正的修仙之路。看到你我就不自在，看我今天怎么了结了你！陆师兄，你究竟为何对在下穷追不舍？你用升仙令拿到的那枚筑基丹，占了我的名额，你还给我！欺人太甚！这是我和他之间的恩怨，请师叔不要插手。庶子太过嚣张。新来的弟子确实越来越不懂得长幼尊卑了。师父，但吴师弟你下手也太重了，这孩子可是我新收的亲传弟子啊！叶师兄。 你这弟子太过残暴，招招只想取人性命。于情于理，我这个做师叔的怎么能不管呢？你我都年轻过，我们是怎么修炼到今天这个地步的？靠讲道理。在修仙界，实力就是道理。筑基丹自然也应该是能者居之。吴师弟，你作为一个过来人，不会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吧？ 筑基丹是小，人命是大。师兄，上面的大事我管不了，这下面的小事，今天我管定了。吴师弟，你正在筑基中期突破的关键时刻，当真要为此人与我较量吗？
放心，这事情交给我来处理，我有折中之法。韩立，以你的修为，身上放着这么个宝贝，只会招惹事端。何况以你的资质，服用再多的筑基丹，也到不了筑基期。不如由我来与你保管，你看如何呀？也是说，韩立资质低下，却有上进之心，筑基丹就不劳烦师叔了。倒是挺有骨气，就是不识时务。为什么不把眼光放长远一些呢？这样吧，我拿灵石与草药与你交换，你可别不识抬举。看来只能先过此关再说了。谢师叔。还欠你些药草，晚点再给你。明天还要拜见掌门，早点回去吧。资质怪不得旁人，说到底还是我自己不够强大。先活下来最重要，终有一天要让这些人都付出代价。弟子韩立，拜见掌门。昨天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既然叶师弟出了灵石药草与你交换，你也不必耿耿于怀了。出来谷中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你去百济堂报道，领取任务，避避风头吧。是，掌门。镇门中也是实力至上，毫无公平可言。我一个伪灵根炼气期弟子，怎有人为我主持公道？拿到筑基丹乃是一桩喜事，而与轩儿妹妹相遇，更是三生有幸。陆师兄，你刚入谷不久，屁股还没坐稳就想着到处滋事，恐怕各位长老会对你看不惯啊。轩儿妹妹如此关心我，哪怕再犯10件事，我也不怕呀。哎呀，不过啊，倒是韦灵根那小子着实可恶。要不是他横插一脚的话，以我的资质，怎么可能拿不到筑基丹呢？到头来还不是你的。不过你呀，还是安分一点，免得树敌过多。嗨，树敌的人不是我，另有其人呢。不过有轩儿妹妹在吧，我不怕。我也刚入谷不久，顶什么用啊？那有谁不知道轩儿妹妹是鸿福师祖的侄女啊？这大树底下好乘凉，
我跟定你啦。讨厌。前辈，弟子韩立在百鸡堂领取了看顾药园的任务，前来求教。叨扰之处，望前辈包涵。别站那傻站着，快进来！我忙着修炼呢，要做的事可多了。怎么又是个小屁孩？百鸡堂怎么老送这些乳臭未干、还自以为啥都懂的小孩来？你不如马上掉头回去，咱俩都省心。弟子韩立见过前辈。叫我马师伯就行。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干这份活啊？韩立自幼务农，先师是位大夫。韩立曾帮师傅看顾药园数载。既然如此，你看这些草药，你能认识多少？识之有三。这个是黄球草，形如黄色绣球，服之可通脉顺气。那个是青虫葱，它的形状就像青虫一般，可解丹毒。还有那个是红麦根，对心脏和血气流通比较好。只是比我以前见过的年份都要久不少。行了行了，净在这臭显摆。你确实略懂一二。之前有个臭小子，半懂不懂，冒冒失失的，差点毁了我半个药园。我怎么知道你不会乱来？请马师伯给个机会，韩立定不负所托。这是药园禁止令牌，暂时归你管了，别给我养死了。多谢马师伯。棚子里有百草园的规矩，还有草药明细，你可得好好看看。敢问师伯，这里可有玉髓枝和紫喉花这2种灵药？你要炼制筑基丹？对，正是。想得挺好，这筑基丹可不是有了丹方就能炼成的。在这天南大陆啊，能找到这几种灵草的只有一处，但不是这里。那是什么地方？血色禁地。我照看马师伯的药园3年了，虽然他要求严格，但心地很善良，也逐渐对我关心起来。吴师叔为人和善，乐于助人，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。这位叶师叔，其实他还欠我一些药草，不过也不指望他能给了。在百药园附近，我发现了一个隐秘洞穴，在那儿可以用小绿瓶秘密培植灵草。靠着这些灵草的帮助，我逐渐达到了炼气期后期。不过，想要再进一步，就要尝试筑基了。按我的伪灵根资质，想要成功，需要大量服用筑基丹。炼制筑基丹的丹方已经有了，但还缺几味关键原料，只有在60年才开启一次的血色禁地中才能找到。门中有一位向师兄，相传曾参加过上一次禁地试炼，也许他可以告诉我关于血色禁地的一些情况。见过师兄，弟子仲宇。听说师兄对血色禁地很是了解，特来请教。好说好说，在下向之礼，请问师弟有何不明？是不是只要参加血色禁地试炼，就可以拿到一颗筑基丹呢？见过2位师兄，在下也想听听这血色禁地的事儿。无妨，无妨。你刚刚说的没错，只要自愿加入禁地试炼的，事后都可以得到1枚筑基丹，但是前提是，你们得要活着走出来。据说上一次禁地试炼，
只有30%弟子幸存。是啊，师兄，这血色禁地在什么地方？看这位师弟有些面生，是新加入黄风谷的弟子吧？啊，是。其实，血色禁地在哪儿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们应该知道，它是一个怎样的地方。请师兄赐教。说来可就话长了。血色禁地曾经是一个灵气丰盛的宝地，禁地盛产各种珍贵灵草，但过于频繁的采摘，使得它们越来越稀少。终于，为了争夺一株仙草，几大门派爆发了争斗。这一斗就斗了近100年。欲望、贪婪是人的本性，而在禁地里，它们被无限放大。曾经的净土也充满了血色，激烈的斗争几乎威胁到了修仙界的未来。因此，7大派一同实施了一个计划，在血色禁地上架了一个强大的禁制，每隔60年才会有5天的时间开启。因阵法特殊，只有炼气期才可进入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每次去禁地的名额如此稀少。是的，听说禁地里有许多奇特的妖兽。没错，而且更巧的是，那些药草生长的地方，也正是妖兽经常出没的地方。不过，妖兽虽然凶险，但毕竟是畜生，在血色禁地里，更应该小心的是那些修仙者。修仙者之间互相争斗起来，可比妖兽袭击还凶险10倍啊！所以，若是想在血色禁地全身而退的话，是需要大智慧和大勇气的。那这也太危险了。但是你们应该也知道，如果得不到禁地里的仙草，想修为更上一层，也是难于登天的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冒这个险的。多谢师兄指点。当时的我，别无选择，这是唯一能找到筑基丹原材料的地方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我没有下一个60年可等。参加这次禁地试炼，是我升级唯一的希望。而在短短6个月的准备时间内，我要抓住所有机会，提升自己的生存能力。韩立，上回给你的武学秘籍学得怎么样了？不如来试试，你可要小心了。看招！几日不见，当刮目相看，你竟有如此长进。这些日子我可都在勤学苦练，还得到各门派好友的支持帮助。难怪武功突飞猛进，赶紧带我一起去《梦幻西游》电脑版见识一下。断出红尘，长路不必问归程。心静如止水，美丽又乾坤。半生浮沉，莫问那旧时前尘。愿这一双手，也能摘下星辰。